立法院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，所以民进党团申请暂时处分假释宪。宪法法庭伫下晡2点开释宪案的说明会哦。今仔日白党团嘛，质疑讲宪法法庭恐惊破坏国会自主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发现有几个程序上面的问题，就是第一个，大法官启动了这一次的会议，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一群立法委员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他们提出申请。但是他们在三读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反对啊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适格，是不能够提起这样的申请的。那大法官却受理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。为了挽救柯建铭等人所提出来的宪法法庭解释的申请，根本申请人不适格的问题，竟然主动的提出了柯建铭等人所没有提出来的争点。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三读程序效力的问题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上个礼拜五所提出来的补充理由状，才针对大法官所提出来的这个争点，进一步的去追打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铭昨解释讲，宪法法庭的说明会目的是要来理清野手表决甲现场收音的问题，未去讲到实际内容甲相关的解说。这场说明会伫下晡2点开始哦。民进党团是由总调郭建铭、立委张家炳、佮吴思瑶以申请人的名义来出席发言。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，佮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，佮洪晓玲是以关系机关立法院的代表出席来发言。好，现在开始。